今天来开个箱啊，我估计是飞哥给我寄的，因为前2天他找我要过这个售货地址，猜猜看啊。果然啊，这是果然是中秋月饼啊，这是小飞新选奶黄油心月饼，不错啊。飞哥真的是非常有心哈，做这个包装呢也是做得非常漂亮。也在这儿想给飞哥说一声谢谢啊，有心了有心了。正好借这个机会呢，我携星光传媒集团全体员工，祝大家中秋快乐，工作顺利，花好月圆，家庭和睦，幸福安康。